為應付新界西北逐步發展所產生嘅交通需求，同埋減輕屯門市中心嘅交通負荷，政府正積極推展屯門繞道工程。設計中嘅屯門繞道為一條雙線雙程分隔道路，全長大約10公里，連接擬議嘅藍地石礦場交匯處至到屯門第40區同埋屯門至赤鱲角隧道。繞道由一條長大約7.5公里嘅隧道同埋2段高架路組成。起好之後，將會係全港最長嘅行車隧道。元朗公路同港深西部公路嘅車輛可以喺藍地石礦場交匯處入去屯門繞道，經過高架路同埋隧道，直接去到屯門第40區，然後可以經屯門至赤鱲角隧道去香港國際機場、東涌同埋大嶼山其他地區，或者經龍門路去屯門西。經屯門繞道往來新界西北同埋屯門西，預計行車時間只係需要大約8分鐘。相比起經屯門市中心，早上繁忙時段嘅行車時間最多可以縮減大約20分鐘。跨區車流經屯門繞道分流就無需進入屯門市中心，亦將會大大減輕屯門公路虎地段同市中心段、黃珠路同龍富路等相關道路嘅交通負荷。屯門繞道連接多條主要幹道，可以完善新界西北嘅交通網絡，進一步加強區內區外嘅聯繫。長約7.5公里嘅屯門繞道隧道段將會設置3座通風大樓，分別位於隧道嘅南面、中部同北面，為隧道入面提供新鮮空氣，保持空氣流通。北通風大樓位於藍地石礦場交匯處嘅隧道入口旁邊，南通風大樓就設於隧道南面出入口嘅正上方。至於中部通風大樓，初步建議設喺華發街靠近山邊嘅位置，並採用綠化屋頂設計，以融入大欖郊野公園嘅天然山巒之中。同時會重置同優化華發遊樂場，提供更大面積嘅綠化同埋活動空間，同埋全新嘅康體設施。屯門繞道主要採用隧道設計，喺三聖村同屯門公路一帶嘅隧道路段將會深入地面以下大約40至50米，相當於13至15層樓嘅高度。工程亦都避免喺大欖郊野公園地面上面進行，能夠減少工程期間嘅噪音同埋震動滋擾，同埋對環境同附近居民嘅影響。我哋期望可以加快工程進度，並爭取喺2033年或之前開通屯門繞道。